大家好，我係易優，今日6月28號同大家分享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咁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影片啦。上一條 YouTube 影片就6月21號，咁當時嘅分析就提到啦，恒指咧即係喺今年嘅1月底啦完成一個大嘅負一嘅浪嘅上升啦。咁你可以當佢係牛一嘅，我暫時都當佢係牛一嘅完咗，跟住就係調整浪嘅啫。咁所以我就傾向牛市未完嘅咁坊間覺得係牛市完結咧，即係我暫時咧就未有呢個判斷住當係一個大啲嘅調整浪嘅啫一個大嘅負二嘅調整啦，咁所以係亦都提到啦穿咗藍色線嘅上星期已經係穿咗24,300，下一個目標就係22,900，咁呢個已經好明確講咗啦事實上就今個星期就穿咗啦咁上個星期穿3上，今個星期就即去連下一個都到咗㗎啦即係個目標就已經係有多先我哋睇翻個恒指咧就週線圖咧上個星期已經穿咗應該講今個星期就綠色線都到埋，仲要到穿埋先咁呢個就都係預期之內嘅。咁亦都提到話，如果穿咗呢個位咁當然就會下一級噶啦咁另外關於就上一條 YouTube 有啲朋友睇反映就話聲量比較細，因為舊嗰部電腦就壞咗啦，咁換咗部新電腦，咁新嘅電腦咧個收音又唔係太理想，咁後期就調整過VIP 群嗰啲咧就第二日就已經係正常翻嘅啦咁呢個順便講下就留你好多片嘅，其實呢片就因為好多不公開嗰啲咧就係私人分享噶啦VIP 群嗰啲先睇到噶啦咁其他人就睇唔到咁呢個就好多差唔多每日都有影片嘅啦咁呢個就上一條 YouTube 影片啦上個波浪頂底日就23號，咁23號就做咗一啲係比較大少少級別嘅反彈係啲微浪啫咁就意義不大嘅。咁你再睇翻22號嗰個 VIP 群點樣講啦，咁其實都好覺得好清楚啦咁就先睇恒指啦。恒指咧今日早市咧就再下跌去到23,444嘅咁穿咗個下降通道，其實個勢都係弱嘅，但係暫時就好彩就收市收翻入去但係呢度咧就未見底㗎未見底嘅，未有見底信號反彈嘅阻力今日中午嘅時提到啦大概24,300嘅，咁呢度變咗咧就相對嚟講咧都幾大距離嘅唔輕易過得去，我覺得即係唔輕易可以突破到24,300，反而擔心個通道底部會穿真嘅如果穿嘅話咧會仲要錄得急嘅咁所以呢度要留意嘅即係呢度好明確已經穿咗㗎啦即係話24,300呢度好明確穿咗，變咗係阻力。咁而家反覆向下試22,900機會都仲係好大咁所以就唔好亂報反彈啦個小時圖都冇咩見底信號，小時都未有見底信號，咪話日線咁所以都係偏淡嘅就係咯就睇下22,900呢個位受唔受得住不過我估計可能會有一個就算受唔受得住都有一個
可能會大啲嘅反彈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直接收穿就冇得講咁要而家搏咧就去到呢度先有啲直搏咯但係就亦都係要 set 止蝕咯如果穿嘅話，你又要止蝕㗎啦。咁你睇埋期指啦，即係喺22號已經提到啦個恆指咧就有見底信號嘅如果個穿呢個通道咧，就會跌得急嘅。呢度當時嘅通道兩條通道咧係平衡嘅當時你睇到係兩條平衡嘅。咁實際上咧就穿咗之後咧，個通道就變咗啦更加陡峭，因為原本係咁樣噶嘛原本係咁樣嘅平衡嘅差唔多係平衡嘅咁咧一穿就變咗個更加陡峭啦，個斜率就唔同咗啦所以就跌勢就會轉急噶啦如果按呢度個通道底咧，個反彈咧，亦都係有新嘅阻力啦而家2300123080啦已經係第一個阻力嘅。如果按呢度日線嚟睇呢個通道，突破嘅話咧，先至有機會彈多少少如果連23080突破唔到咧，咁就個跌勢咧又會繼續沿住一個通道行噶啦所以就都係偏淡嘅我哋睇翻周線圖先我哋再講翻由頭大浪開始講啦，都係跟翻2018年1月29號高位33484開一個大型 ABCDE 浪啦喺24年嘅1月底咧就完成咗個下跌浪之後就反覆向上突破咗頸線頸線係22,000幾嘅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相睇咪先再重新話呢個鎖定咗嘅你哋重新再話過應該呢條呢條就係咯22,000幾，因為落嚟咧變支持咧就可以低啲嘅大概22,000變咗即係話而家嚟講落嚟個支持可以去到22,000周線圖啦從即係話從24年嘅1月20幾號開始行一個1、2、3、4、5到今年嘅1月中啱啱行咗2年嘅完成一個大括1啦，括2嘅調整啦因為穿咗我哋睇翻周線圖，原本就呢度1:1啦呢個1:1就已經超過咗啦所以會再擴展嘅擴展咧就去到0.5咧亦都可以嘅21,000幾21,400到啦當然正話提到嘅22,000咧係月線可以穿咗，跟住月線咧就收翻上去都得所以就但係今個月應該就仲有聽日就係期指結算啦後日就半年結啦就有機會有啲反彈先嘅，我覺得都仲係有啲機會，但係個反彈幅度未必太多都仲係講嗰句因為23080已經係第一個阻力啦跟住就再突破嘅話就會彈多少少咁解啫我哋睇翻個
嗱，呢度暫時個數浪都係呢個為首選先啦嚇。我哋再睇埋期指啊，期指就亦都係穿咗個通道底嘅，因為原本個期指有個周線有一個通道嘅。呢個通道就好多期嘅 YouTube 咧就講過啦嚇，咁穿咗嚇，咁其實大家即係6月中嗰支巴就已經穿咗啦，咁而家反彈嘅阻力當然就喺個通道底就好大啦嚇，咁但係相對比較遠，咁暫時唔需要理佢住啦。我哋睇翻就咁期指亦都係差唔多呢度嚇，2小時有冇先？都係差唔多嚇。咁期指嚟講咧，就個位都係差唔多，21,400度都係嚇。如果0.5，咁呢個只不過係即係整個升浪嘅一半啦嚇。咁有機會到呢啲位嘅。咁短線嚟講啦，我哋短線睇翻短線現貨嘅小時圖，咁現貨小時圖咧就呢度係有一個通道嘅，都有一個小時通道嚇。小時通道，咁我哋睇翻就亦都係差唔多係23,000啦，就可以突破到嘅，突破到呢個通道，咁就可以多啲反彈下，咁睇下可唔可以彈多啲少少，就係差唔多23,900啊，即係去翻嗰個阻力啦，睇下得唔得啦？咁亦都係相當於個日線嗰個下降通道有個下降通道頂亦都係差唔多係23,900幾咁有冇彈得咁多咧？就未必啊，我覺得一睇第一個位睇下過唔過到先啦。波浪點睇下啦咁應該係29號嘅即係聽日但係呢個可能都係小浪嘅反彈嘅啫即係因為半年結可能會做好少少啦做翻高少少咁解嘅啫唔係話轉勢嘅都係仲要再落嘅。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另外提下個VIP 群啦。如果需要加入本人嘅 VIP 群咧，可以 WhatsApp 本人嘅咁呢個 WhatsApp 號碼可以直接聯絡本人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